中度风台天候渐渐靠近台湾，气象署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花莲、台东、南势力道拢要注意大风雨。国道1号早起有一台货车的车辆碰到对向路南的车道，激到一台轿车，这驾驶送病了后，意外是救无回来。阿里山福美钓桥的警官平台战斗绑起害游览团，一人死亡，4人受伤。公所怀疑讲是因为最近接到雨，才害这查后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4日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这风台的消息。讲到这中度风台天头渐渐靠近台湾，气象署要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照目前推测的景象来看呢，这绿岛、南势、台东和恒春半岛会受到冲击，请民众要注意大风雨。那这台东市公所是有准备6000个沙袋啊，予民众来领。花莲李鱼潭的业者下晡也把这天鹅船顶船只撤离。民众排队写资料领沙包防风台、天头风台一步一步挖近。台东市公所准备6000个沙包予民众领。真侪民众怨叹讲，风台一直来实在真热，领沙包领到足烦的。台风一直来很烦哦。对啊，会烦啊，好怕啊。对，一直来。我住海线，所以我是海景第一排摇滚区，我要多做准备。日头早，台东富公渔港的海泳真平静，真侪渔民趁日时好天赶紧回港，甲渔船把锁固定。同款无用防风台的，阁有花莲出名的景点李鱼潭的业者，下晡无用进行天鹅船顶船只撤离作业。上马只船用快艇陆续拖到华边的避风港内底停好势，用锁固定。我就把快艇弄进来了。今年蛮特别的，秋天了，还有那么多台风会进来，希望台风不要再来了。来的时候，我们这边所有的船的做户外工作的真的很辛苦哦。气象署已经针对天头风台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按照目前的路线来看，绿岛、红头树、台东甲恒春半岛是伫第一线，请民众一定要注意风台挖近的时会大风雨。目前官方路径还是认为台风会从先通过台湾的南端，然后再从台湾的东部海面北上的路径来看，最大降雨呢还是会出现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未来一直到17号，恒春半岛这边总雨量大概会来到400到600毫米左右。台东县的部分的话，在山区也会有300到500毫米的累积雨量。专家分析讲，天头风台影响的范围小，时间也无长，四到暴风圈内外，风雨影响的侦查会真大。敢要放风台假，也受到民众的关注。明天礼拜5大概风雨是在增大的，尤其是台湾南端，所以放假的机会大概就是屏东、恒春半岛、台东、绿岛、兰屿的机会可能蛮高的。气象署也提醒讲，因为环境真复杂，天头的路线可能会阁有变化，太平洋高压势力甲风台强度的结果拢是关键。不过，无论风台会行倒一条路线，台东甲恒春半岛的雨势拢会真明显。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近海今早起发生规模5.4的地震，气象署也证实讲这是4月初3的地震尾，也因为深度较深，对地面影响较小，也因为这地震尾一直来，加上这天头风台晚近啊，也要提醒这山区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警报声响起来，随后明显感觉到有害。花莲近海今仔日早起发生规模5.4地震，有感觉地震吗？有。为花莲丽鱼潭即时影像也会当看到，镜头上下倒这边海架真大力。花莲发生有感地震，大石片山影像也明显的海动。地震中心表示，这个地震属于0.4.3地震的地震尾，离0.4.3之近大约6公里，不过深度较深，达到30.5公里。那这个地震呢，它的深度是30.5公里。这个地震本身它是今年0403。7.2主震之后的余震之一，它这么大规模，它会有相对应很长的一个地壳的破裂。那这个破裂呢，相较于过去一些比较重型的地震，它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应力上的调整。气象署证实是0.4.3地震尾，不过因为深度较深，对地表震度影响较小，不过地震尾依然在继续。无定时恐惊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发生，加上天头风台恐惊侵袭台湾，提醒会发生地震尾的地区也是山区要多加注意。
这个余震事实上就是说，在前3个月可能就是还蛮密集的，这个余震的活动可能会拖个1-2年啊，甚至到几年都有可能。不过就是说，它的这个地震活动慢慢的余震活动就会降低，所以台风要来，这比较应该注意的就是降雨的问题，落石或者是土石流。地动中心统计，花莲控诉控3地动高单累计主震加上地动尾有1746个，其中规模5以上还未到6个，地动尾有95个，规模6以上还未达到7个，有9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站，这意外，这国道1号路南201.7公里的彰化路段，早起8点外时阵发生一站车祸，是一台上北的大货车，伊的车链碰到对向路南的车道，先击到一台轿车，佮再害另外3台车拢做伙。这撞击到的圣诞驾驶送病院了后，有关救不回来，这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车驶伫国道1号路南彰化路段，想要到对向的北向车道，突然跳出一粒大轮胎，搬过中央分隔道了后，直接击到路南车道的黑色轿车，引起高温导火了后，佮扫到外侧车道的其他车辆，跳到路径才停落来。救护车赶去现场抢救伤患，黑色轿车的圣诞驾驶因为先受影响，当场无生命现象，虽然紧急送医，也是宣告死亡。经急救发现头部外伤、颈部撕裂伤、气管破裂、2侧气血胸，经急救后仍无生命迹象。这是早起8点外，国道1号201.7公里的所在，一台驶伫北向车道的大货车轮胎脱去，飞到对向南向车道，先击到一台轿车，佮引起另外3台车风扫掉是对撞，有4台车受损。风扫掉驾驶讲起意外迄当时，也是心会大响。那天在加大量，在美利亚哈。营业半连接车，那左后轮轴脱落，导致说轮胎的话冲到南向车道，那导致南向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遭受到轮胎的撞击，或是先后追撞。这台出代志的营业半连接车也停伫北向的路径。倒边后壁就一粒轮胎，警方表示，肇事的姓郭驾驶无酒驾反应，也毋过也是会以违反道路管理处罚条例，处相关6000的罚款，造成人重伤也是死亡，也被吊销驾照。这件意外也造成国道彰化路南路段，太4至5公里，大约1点多钟了后，现场的状况才排除。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意外来看片哦，有一个现役军人昨暗休困离开营区，拄出去就互一台货车撞死。这姓刘的嫌犯竟然是驾酒驶车。另外讲到这桃园呢，也有一个派出所的警员伫咧执行这酒驾取缔勤务的时阵，和后壁驾酒驶车的驾驶撞到，害这警察切着伤。13暗时6点外，拄离开营区的西庄的中枢，即行到路中，就一台小货车撞，头含手拢受伤，伤势真严重，紧急送病院嘛是同款不治。嘣一声跑出去看，我以为应该是车子跟车子的那个声音才有那么大，我就跑出去看，结果不是，是一个人躺在那边。记得讲一透早现场技术国道车驶真紧动过去了后造成的碎片，肇事告诉嘛，互警方发现酒测达超标。南侧往北侧横越马路，双方发生碰撞之肇事，造成庄男受伤送3种澎湖医院救治。初步肇事原因已由本分局交通分队承案调查中。现役的军人因为有人啉酒驶车不幸无命，军方会专列来帮助死者的家属办理丧葬、留守负伤者部分。只是驾酒驶车的状况嘛出现伫桃园。这个警察是骑警用奥多拜执行驾酒驶车机动拦查勤务，伊伫中正路的时阵拄着红灯停落来，后壁车速撞过来，互伊手脚挫伤，但是驾驶伫第一时间竟然无停落来。该驾驶肇事后不顾远警拦截，立即逃逸。远警立即通报拦截围捕，迅速查获该驾驶到案。肇事的驾驶酒测达0.55，已经严重超标。虽然伊讲要甲车停好再来处理，并无要让讲，但嘛是互警方依法来移送。公路单位讲，过年前后是买月含参会大月，即马离过年愈来愈近，警方严正声明，对驾酒驶车的行为绝对零容忍，会持续来加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内政部通过《行政交通安全设施条例》，定出这行政优先区内面车辆限速是时速20公里，若准超速呢，就会当罚1000到2000；超过40就算是严重超速，会罚10000到36000，搁再吊牌6个月。这新政策10月施行了后，目前新竹县按算规划伫咧集会到警察局之间185公尺长的路段来推动，这是全台湾头一个行政优先区。车辆经过管护头前，驾驶拢会专工甲速度放慢，唔敢驶紧。内政部10月实施行人优先区，甲设置宽力交互地方。新竹县政府目前按算甲县议会到警察局之间的路段，规划做限速20公里的行人优先区。所引起民众有无同的意见。我觉得这边限速20公里相当的不合理，尤其现在竹北交流道这边，然后再塞车。你很多县府的人要进来上班，这一个大停车场，你从那边一塞着进来，这限速20公里之后，全部都会塞到交流道那边。20公里太夸张了，你走快一点都超过20公里了。我觉得合理啊，因为这个要很多人进出应该慢慢开啊。新竹县交通处指出，因为这个所在附近拢是行政区域，有袂少来办公的民众来出入。所以才选择甲这规划做行人优先区，上班明年6月进前就开始实施。预计在县府周边的行政区内的道路来设置减速标线、减速丘、立体行穿线等来限制驾驶人的行车速率，来提升行人的安全。那行车速率是20，那路口我会增设一些优先的标志。工程发包时间大概在明年2月，那工程完工时间大概抓在6月。交通处提醒民众，未来只要看到这拿底白里的行人优先区标志，限速就是20公里，目的是要保护过路人的安全。那超速上当会罚2400，希望共同创造友善行人的交通环境。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表里有一团人引起游览去到这嘉义阿里山福美钓桥的景观平台观光，13去到遐的时阵，这战斗煞来熊熊绑起，造成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这查做战斗到当时用13年咯。今年8月，公所去看过，确认这外观无问题。公所也讲，这可能是最近正接到好这查这后期。不过，民意代表也批评讲，因为去请经费无征收，也无围起来，才会造成这款的比较。各位旅客对一站楼悬的查站刀摔到涂骹，结果车甲受伤的人送病院，有人是换腰慢慢行，嘛有人倒伫软桥，3个人送去圣马尼丁病院，2个送去嘉义病院。吓一跳了，因为那个也是意外的，意外。站好准备要照的时候，突然间就滑下去了。工团的旅客讲，迄当阵本地是拍算要翕团体相片，才徛定就发生意外，嘛互行程提前结束。即个伫阿里山山美村的福美吊桥，早起经由封锁线，今朝有人阁挖过去，无排除是最近山区拢一直落雨，造成插座的桥是滞气断气，结果一死伤。但是死者的家属认为政府有管理的疏失，要提出国赔。山区一直下雨那个里面腐蚀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因为昨天上去的人也很多，差不多10几个，可能有操纵的问题啊，这个部分还要厘清一下。放一个杀人机器在那边你都知道它危险，怎么不？像警方也会围个黄布条封起来，大家比较会害怕嘛。这座桥是8风灾了后起的，是以造作定用的稻含色水做主题来展现当地的文化。后壁关乎公所管理维护，公所在今年8月检视过外观无问题，桥面有钉捅出来这状况，嘛申请着经费要征收，但是民代质疑讲，就是征收工程延前，阁无封桥，再造成意外。官府讲已经要求全面检修吊桥。要是桥的前面的那个引道，对啊，一个那个部分我们以后会把这个也列入检测的。现在我们要做是全面在检视，有很多木栈道。阿里山乡公所对下晡开始检测其他的吊桥，官府已经安排家属伫当地免钱住宿，对伤者死者的家属嘛提供慰藉金。除了查明事故的原因，公所嘛强调讲，应该负的责任绝对会负，袂去杀。记者综合报道。台东警方伫咧绿岛抓到正大门案件，另外法务部今仔日也决议甲第3级毒品依托米值升级做2级毒品管制。行政院也通过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3.0，未来4年内会投入150亿，用来解毒品，也有抓毒品。
成功！交火柜厝的大门口开，内面拢是盆栽，经过检验拢是大麻，换算起大是超过100万。警方伫台东绿岛查到第一件种大麻的事件。他们为什么会选在绿岛地区？就是绿岛它常常会有外国人在居住，在台风舰配置的警力也不会很多。规身躯包条条，伊就是涉案的细港的查甫人，伫当地涉及开店兼做毒品的买卖，和大麻同款，拢列做2级的毒品。定看有古柯碱、安非他命、MDMA。法务部搁伫14，经过毒审会决议了后，甲依托米脂对原本的3级提升到2级管制。未来我们会循程序来函请这个行政院来做正式的公告。单纯的持有跟使用也会构成犯罪行为。强势毒品的管制力量嘛搁加大，现在伊嘛确定通过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3.0，未来4档会投入150亿，戒毒的方面占比5成以上济，对接毒品的部分嘛有3成4。政院就是有追加法益在办，我们在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规划的方向？谢谢。要投200亿反毒的工课，要安怎规划？法务部长陈明谦并无讲。目前国内当年平均轰炸接到用毒品的人是超过4万个，第一摆食毒的人数是8000多人。即么政府反毒是设定4大目标，阻断僵尸、减少毒害、稳定复归、阻止再犯。不过，在面对一直转变的食毒和卖毒的形态，这做法敢会当有效来阻断毒品的危害？在过去传统的侦查的思维之外，在网络巡逻上面的技能可能必须同步加以提升。侦查技术真的需要与时俱进，尤其对于网络的这样子一个所谓的侦查的这一块，那我们就变成用医疗的方式先行，然后真的不行再进到监所的模式。那为什么无效？没有真的有一个系统，或者是有一套非常好的模式。面对毒品的乱象，专家建议讲，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抗伫戒毒，必须要用着方式减少使用毒品的再犯率，或者嘛提醒源头防治的重要性，用教育来阻断毒品新生人口个出现。即发动围查毒品，嘛同款爱对时代改变更加进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山啊，真侪人是真头痛。台北最近这5年通报高山啊出现的案例就226件，这些农民呢会用这泡仔来赶狗，数一个农民用泡仔赶狗时阵去碰到手，险险啊就要切掉。也因为这泡仔内部产品责任欠拔到理赔，民代也呼吁政府爱赶紧来协助，赶紧投保。动保处是表示讲会协助处理，也会继续关心农民的伤势。我去的话放了很多次，太多次，可能1、20次跑不掉了啦。可是这一次竟然，这个去的话竟然把我的手炸伤了，是，那整个手都炸烂掉了，然后导致手现在短了一截。按照规定，农友正常使用广告炮刷电导轰炸伤。台北市出现头一个广告炮炸伤的事件，造成农友严重受伤，幸运保住倒手，避免击击也毋过。记载招1节，台北过5年通报台湾高山出地达到226件，以内湖区上济，其次是树林区46件，文山区甲北投区也分别有38甲30件。广告炮作为农友主要的广告手段，5年来有845人次向农会申请，这位农友3月使用广告炮的时，却发生炸伤意外。可是那一次他竟然没有出去，我就看到不对，是不是在管子里面？我稍微听了一下，愣了大概1、2秒，想要丢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膛炸，整个水管炸断掉，炸裂掉了。农友表示，之前用挖20摆的广告炮拢无问题，怀疑这摆的广告炮有欠点。3月受伤7月通报了后，动保处派出相送安保委员，互伊感觉市府想要将代志带落来，佫无任何保险理赔引起机关关切。农友按照使用说明书，家己做合规的 PVC 发射管刷意外受伤，敢讲市府免负责。因为还是很多人照着你们的方式去用 PVC 管呢，万一他又遇到第2颗这种瑕疵炮，又倒退去膛炸。如果这次管子裂开，插的是他心脏，插的是他眼睛，他的头怎么办呢？受伤的事件我们会跟那个法务局或者消防局还有中央来先进行相关研议，来协助这个农民。虽然农友会当提高国赔，但过议员除了要求市府研究赔偿办法，也针对广告炮无炮仔烟火表示真好，爱市府研究申请投保公共意外产品责任险，佮提供可靠的发射管予农友。动保处表示会进行相关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众议院选举上届新的结果，共和党呢摕到亚利桑那州第6选区了后，将压到全院过半席次。现任众议院议长强生将有可能获共和党提名继续做。另外一方面，Trump 13去到白宫和现任总统拜登参详这交接事项。美国丹麦上任的总统川普13到华府进行拜会行程，这是伊胜选了后头一届登来首度款，这也是共和党自2018年了后，搁再摕到完全执政的地位，全党是欢头喜面。They used to call Bill Clinton the comeback kid. This is the comeback king. He is the king. Oka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a very nice gathering, isn't it? Nice to win. It's nice to win. It's always nice to win. 川普当天搁去白宫和现任的总统拜登参详交接的代志，双方拢真好礼，气氛袂歹。President-elect and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And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a, like we said, smooth transition. Politics is tough, and it's many cases not a very nice world, but it is a nice world today, and I appreciate very much a transition that's so smooth. It'll be as smooth as it can get, and I very much appreciate that, Jim. 另外，众议院选举上新的选票统计，亚利桑那州第6选区共和党的议员胜利，这互共和党在全院435席，摕到过半的218席，稳坐多数党的地位。现任的议长总算也得到提名，可能会当留任。不过，不少的众议员皆13向总统提出请辞，原因是伊互川普提名做司法部部长。消息一出来，是惊到美国的政坛。Matt Gaetz has faced a couple different investigations in recent years arising from the same allegations. The Justice Department examined allegations that he had a sexual encounter with an underage woman. That investigation was closed without any charges. And the House Ethics Committee has separately embarked on an investigation that remains pending. 司法部2029年开始就对 Gaetz 进行小连续调查，内容牵涉到性剥削、人口走私案、无妥当的性行为、非法药物的使用。众议院伦理委员会今年6月公布的一份记录指出 ，Gaetz 唔但在性方面行为真唔通，佮牵涉到真侪其他问题，亲像收无妥当的礼物、加选举资金转做个人的使用、想要干扰政府的调查等等。对此 ，Gaetz 是拢否认。因若伫伊请辞核准了后，众议院的调查也会冻点，不久爱伫8礼拜以内选出新的众议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后礼拜伫咧巴西特别举行 G20 的峰会咯，这13呢伫最高法院外口煞来传出爆炸声音，有一个查甫人想要冲入去法院，落尾失败了后，就甲这炸药点火刀自杀身亡。当时这法院内面的法官函关讲是赶紧疏开，小隔壁的总统府和国会也拢提高警戒。巴西利亚停车场传出第一声爆炸的声音了后，警方随赶到现场拍火，没想到一个炸布内部的查甫人，后来想要弄入去上近的最高法院无成功，随着阁发生第2摆的爆炸。Deu joinha pra gente e passou normal. E do nada a gente ouviu simplesmente o barulho. Eu olhei pra trás na hora do barulho e saiu fogo, aquela fumaça. Os seguranças do STF vieram quando eles estavam vindo novamente, porque eles jogaram na estátua da justiça, né? Ele jogou. Quando os segurança do STF estavam vindo todos, ele jogou novamente, foi quando estourou e ele caiu. E eu vi ele caindo assim. 这查甫人伫爆炸了后是当场死亡，伫河内面伊就死伫最高法院入口的所在。拄结束全体会议的大法官随安全撤离，当局研判这可能是一个自杀式的孤狼行动。因为最高法院、总统府和国会大楼拢伫这个广场顶悬，有关单位唔敢大意，遂加强4颗地下的警戒。好在迄当阵总统卢拉并无伫总统府内面。Segurança da esplanada, a segurança de toda Brasília está preservada. Então esse caso que a gente vai avaliar
verificar ou não se for um caso isolado, a gente não pode dizer nesse momento. 巴西伫后礼拜1、拜2就要主办 G 团体峰会，地点虽然伫纽约，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暗算伫峰会结束了后，会来到巴西利亚做国事访问。伫峰会进前发生这个爆炸的事件，时间点是真敏感。另外，这个广场都是去年1月初8，前总统波索纳洛伫败选了后，支持者暴动冲入国会地点。维安单位真正紧绷，要确保首善之都的安全。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美国加州竟然有民众假做嫌去迫害轿车，目的是为着要领这保险的理赔金。嫌犯用这部呢犯案3届，摕到才开始代票400万左右的赔偿。这保险公司感觉真奇怪，就去报案。调查人员也证实讲，这迫害轿车的嫌竟然是人去装的。拜西亚伊早起做甲这4个嫌犯抓起来。这只乌熊12号发现伫本所集中箱找食物，所来到一颗溜溜伫街路大扫。这款的情形伫加州并无罕见，不过保险公司对以下这段影片刷起交易。画面当中，一只熊对这只价值数十万美金的劳斯莱斯副驾驶座撞入去车内，爬到后座咧佚佗。伫名车内底座椅顶所在留下各种的撩痕。车主提出相片甲监视器的影像，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感觉有古怪，请求加州保险部介入调查，认定这只熊是人假扮的。更加离经的是，保险部进一步调查发现，伫洛杉矶郊区同一个地点有其他2只变速的车也互乌熊侵入，佮向无同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为着确认这3件事件拢是同一只假熊所做的，当局请来加州鱼类甲野生动物部的生物学家帮忙鉴定，另外佮真正伫嫌犯厝内找到一束熊的服装，总共互诈领的保险金超过代票420万。4名牵连着保险诈欺甲强庙的嫌犯，已经伫拜3互抓到。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这泰国古城华府李府，也因为当地有真济狗，互叫做是狗城。所以因为这狗太济啊，这物件不到家就开始攻击居民。今年2月呢，政府开始用陷阱等等方式抓狗，有把这狗产的数量控制落来。不过动保团体确实认为讲，就爱把这狗阉掉或者是绑起来，唔通继续生，这才是办法。火卡车的车道住着真侪大胆的狗，像车主买水果红毛丹，一直到车主落车，甲水果弹掉，部分的狗才离开。泰国有名的历史古城华府里府，伫曼谷北边140公里远，当地四界会通看到狗，特当个伫有名的三峰塔办狗的自助餐节。根据泰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狗是受到保护的物种，袂当伤害。这狗过去要是华府里府有名的观光财产，吸引游客特色之一。不过过去几冬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阵，华府里府封城，狗因为欠食物变较真暴力，而且拖生愈来愈侪，成做当地居民的恶梦。แต่ก่อนเนี่ยคือให้เขาเนี่ยเขายังกลัวนะแต่ตอนนี้มันไม่ใช่แล้วคือเขาพร้อมที่จะแย่งชิงทุกอย่างที่เขาจะทำได้3900只家庭加伴的狗会占领建筑攻击居民，佮抢走居民身躯顶、手头、厝内各种物品，互居民产生活伫电影星球崛起的触觉。狗的问题，互真侪当地店家倒去甲搬走，投资停止。有一寡当地人离开故乡，也是伫厝内设路障，防范狗的攻击。一直到今年2月，泰国采取强硬行动，用照片甲限制来抓狗，对减少狗的数量真有效。That you maybe halve the population by taking half of them away, but you're not fixing the problem at the root, which is the multiplying of the animals. So in 3-4 years, you'll have again the same amount of monkeys there. 暂时差不多1600只狗，互当局抓到关起市，互华府里会生活环境到达恢复正常。不过动保团体宣布赞成政府把狗关伫笼仔内，建议政府对狗做手术，互因袂生。泰国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部表示，未来按算对华府里府的所有狗做拔起袂生的手术，而且互狗踮伫指定区域，互专人来照顾。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讲到咱台湾去参加 APEC 领袖代表林信基已经到秘鲁啊，伫咧欢迎晚会当中，林信基代表总统赖清德来表达，讲台湾的运用半导体和 AI 优势，强化咱伫全球供应链的地位，和世界来认捌台湾。另外，针对大会结合媒体采访会当中，说甲咱叫做是 Chinese Taipei 这款的政绩呢？经过咱去甲反映，这大会表示讲，已经是写唔对，已经有改进咯。
加出专机超列会手，咱国 APEC 领袖代表林庆仪甲查某囝李文轩到秘鲁利马，由秘鲁外交部经济推广总署长接机，国家其他经济体同款有战斗车队开道，还有直升机，伫代表团大的饭店4颗威势热烈欢迎。接受侨胞囡仔的献花，林庆仪也一一向我30岁在场的来侨致意，也毋过有在地台商表示，烦恼伫中国因素之下，台湾会有无公平的待遇。因为中国的关系呢，会有一点不公平的待遇啊，可是还是尽量希望我们领袖代表去争取啊，因为台湾现在因为晶片是全世界最强的，到昨天我看当地媒体的还是台湾，今天就改口了，今天讲 China 的台北。又不一样了，所以应该是媒体有被打压。伫大会寄送予媒体的采访会中，是将咱国写作设计的 China 台北，都惊有不清楚的记录。秘鲁驻处表达观察了后，回访表示是写唔对，已经更正。借此代表戴总统向各位报告，面临变化快速的国际局势，台湾积极善用经济的优势以及价值外交，成功的争取国际的支持。让世界更认识台湾，更成为驱动全球科技产业发展以及创新的关键力量。欢迎官员林庆仪代表赖清德总统传达，台湾善用半导体甲 AI 优势强化，伫全球供应链是袂当无的地位，也继续拍开国际舞台。林庆仪抵达秘鲁，代表 APEC 年会重头戏即将展开，要把握机会跟各国领袖代表互动，进行双边会谈，展现台湾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以上是公视记者叶佩瑄、张敏如在秘鲁利马的采访报道。讲到美国总统当选人川任命参议员卢比奥做伊的国务卿，根据着这《金融时报》的报道，讲这川的国安团队招真侪对抗中国人士，对中国态度会大幅抗议，来防止台海发生战争。然而，咱的国安局长蔡明干今仔日也分析讲，川的新政府有2大重点，第一就是美国优先，也想要压制中国。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国安团队陆续完成，包含任命参议员卢比奥担任国务卿，掌管国务院；众议员瓦尔兹是准国安顾问。金融时报报道，川普钦点这的抗中鹰派人士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透过展现强大的军力，防止台海爆发冲突。国安局长蔡明干14进一步分析，川普新政府有2个重点。从人事布局来看，可能未来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会有2个主要的主轴哦。第一部分就是美国优先，那第二部分就是遏制中国。蔡明干表示，无排除美方提出更较全面性的战略，包括地缘政治、经贸脱钩、供应链安全，也有出口管制。也台湾是国际社会重要友伴，毋是一个干那想要坐便车挂着的国家，会侵犯甲美国的合作。伫咧珠海航空展展示各项的新武器，尤其歼35战机作为新一代中共航艦福建号的舰载机，蔡明干研判中共有2个目的：航展对外展示军备投水的能力，也有找找国外的客户。毋过，咱台湾前海军舰长李烈士出席航展，话说讲到后天一直咧讹落中共的军力，引起中国媒体一直加报。连微博顶管嘛看会到报道，把这一些实际上的真相告诉大家，让大家观众知道我们中国有多强。怀疑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由中共在后面导的一场戏啊？那吕律师只是这上面被交付任务的演员，不能排除了。那这也凸显到我们在法律的规范部分，可能还有一些模糊的地带，才会让中共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作为。李烈士是校校退伍，无受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范，立委烦恼中共找台湾法律的空隙。蔡明干认为，恐惊会成做中共认知战的操作诉求，对退伍军人伫咧两岸交流，应该有更较严格的管制。记者综合报道。总统气象局有一个记者接到119的通报，参同事去到民众厝内面慢芳收。虽然有穿装备，不过也是互这虎头芳顶甲规下，送病院急救犹原是过往。也因为这抓芳抓做的工课加重消防人员的勤务负担，而且风险阁真悬。部分县市呢已经把这工课交予农业单位来处理，但是也是有一部分的县市呢委托消防单位来做。民间团体就批评讲，这把地方的农业单位无负责任，无权以便医生来负责家己的工课。
伫咧路边的技销向救护车一手，因为伊甲另外一个技销到民众主体板旁收，同时说好后头旁顶。他就叫那个消防队的派那个义消来，就在拆那个被他盯到，然后就口吐白沫。这是发生伫拜三早起的代志。桃园市消防局第4大队利用潭义消分队13早时接到119通报，去平镇的民众徛街板旁收。虽然有穿防护装备，不过一个36岁姓范的队员，要是互碰顶到双手的手骨，送病院急救，要是不幸过往。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难过。我们会尽量的争取，就是保险上的理赔及争取抚恤。2020年，桃园北德也有义消掠碰红灯，暂时无喘气甲心跳，加在急救有救倒来，掠碰掠抓工课加重消防人员负担。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捌呼吁这款工课毋是消防人员的专业，应该交予农业单位来负责。但是，亲像这2摆发生意外的桃园市，虽然2015年甲掠碰掠抓的工课交予农业局，但是农业局也是甲业务委托予义消来处理。最后也是消防单位负责掠碰掠抓。最根本性的原因应该是农业单位他不愿意去正视说他自己的人力不足，还有就是装备的预算等等的问题。农业的主管机关就是地方的农业局，他其实应该要正视这个勤务，他就是他的责任。那所以他应该要来补足捕风捉蛇勤务所需要的人力跟装备。2017年的时，中央有设定农委会的计划，补助地方政府办理掠碰掠抓的工课。不过落尾2020年底停止补助，全部由地方政府负责。部分县市自安尼继续交予消防单位来做。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批评，过去拢是消防人员掠碰掠抓，一寡地方农业单位就省事，无愿意补充预算甲人力。因呼吁地方政府重视这个问题，也建议中央搁再考虑补助地方执行这个勤务。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南投131线是小接玻璃和稀地的重要车路，47公里古洞段路段，因为这山壁接绑落来，县政府就伫遮安置炸石头网啊。去年风灾受伤了后，搁再做新的。本地今年7月爱完工，不过拖到即马也未做好势，封路的工程也引起民众不满。山壁顶风土少的防护网，有的已经设好势，有的煞还未搭。南投埔里131线古洞段路段4.7公里的所在，防护网破去，原地是今年7月份换好势，不过工程拖强要5个月也未好，期间道路讲封就封，引发民众的反弹。就是拢连续拢算拖较时间较长无，较紧赶做啊，无影响交通无，大家遮出入拢较无方便啊，爱多超半个小时的路程。爱走别条路就对啊，绕立鱼池，绕一大圈啊。南投131线是连接埔里镇甲稀地乡重要的道路，不过4.7公里的山壁常常有土石绑落。2017年就发生过土石落落来抵着车意外，造成车失控弄山壁，驾驶重伤死亡。2019年，南投县府伫遮搭上站的防护网，不过去年风灾土石落甲真严重，致使防护网破去，到今也无法度完工。地方是批评工程单位急放放。要人讲，因工课有当时啊，做到2点外就休困啊，变成讲有做哪无在做啊呢？变成讲伊的工期一直拖延啦，造成阮遮足大的无方便啦。一部分的零件需要是进口的零件啦，材料还在海关那边审核嘛，进关。那预计下礼拜会施工啦。大概月底会完工这样。南投县工务处表示，防护网有特殊的金属零件，需要向国外的工手订。目前已经到台湾报关当中，但所有物料到位就会加速进行，按算后礼拜就会开始施工，这月底完成。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啊是台南7股这内海蚵仔的产季，说因为今年风台雨水有较济，这海水变较正，致使蚵仔死到剩一成尔，一斤是起到2.5，做食业者是受到影响。也有人是买进口的来塔，也有人是无顾成本，坚持要用在地。
农民手无用咧剁蚵壳，拍开蚵仔细面个净散。照理讲，即阵是台南7个适合的蚵仔产季，煞无啥物农民咧深蚵仔。农民讲受到今年风台影响，蚵病拢降歹去，这蚵仔死甲剩一成，这是近年来上严重的一届。农民嘛，敢若会当加减猛禽，轻寡成本，转来补贴。就拢无蚵啊，就拢无蚵仔用啊，你看应过若剁有8人哦，真剁无啊，真剁人无5人。这两厝的风台吼。啊，雨水搁落济吼，啊，规个水淡化的蚵仔死诚济，搁等着阮师傅吼，现在规个伊的养殖基地吼，规个拢绿化足浅啦。啊，你若开大日头，蚵仔缺氧，伊也要死啊。蚵仔去年一袋斤是150块，那即阵是起到2.3至2.5这项，这嘛互用蚵仔做生意的业者头壳莫咧烧，因为产量无够，有人嘛只好买进口的来读。贸易业者犹原坚持用在地虾，像这个看起来真好食款的珠宝鸭肉，用豆腐掺大量的蚵仔落去做料理，还搁这个蚵仔汤。不过要食安尼的组合，就爱搁等，因为本土产量少，有业者只好停止卖汤。蚵仔物件就是歹食贵。愈卖伊愈贵，所以即马就算是进口，现在1斤也要220啊，所以很多业者都哀叫啊。因为阮是用家己的，所以我们那个自己吸收成本。你想，阮咧做生意离啊，人个人家咧买原说250嘛配，其实真台湾的蚵仔拢嘛越南的，拢进口的，因为台湾即马个风台吼。啊，蚵仔拢去风台拍了。针对产量当时才会恢复，农民无奈讲，这海岸线当咧倒球甲真严重，因认为7个适合这的蚵仔产业，全无10档通做，毋望政府来倒下手，互因渡过难关。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今年2摆风台造成高雄超过2500件树仔倒去的案件，这高雄市工部局甲国家地动工程研究中心合作，最近伫咧有倒去危机的树仔装通报系统，目前先装20张树仔来做测试，若准这效果袂歹，会扩大增到700台。3道离风台造成高雄侪树仔风扫倒去，也是凹复长。根据统计，高雄市目前有16万丛路树。有遮侪树仔进前都有歪斜的状况，煞未复发现。最近工部局甲国家地动工程研究中心合作，伫树身顶悬装这款会当专门侦测树仔歪斜的机器，来弥补人工巡逻的不足。高风险的部分的计20处的数目来专设倾斜仪。那借由这个的监控资讯的话，当数据达到一定的警戒数值的时候的话，那会通知我们公园处，那针对这个数目去到现场去做一个巡检，那去判断它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个加固或扶正的一个紧急措施，那以减少整个意外的发生。高风处目前伫市区20张路树装这款新的设备，会当甲树仔歪斜角度这数据，随传去线顶的平台发出警报。高风处通派人去巡检，甲树仔恢复正。市府希望提升路树安全甲管理，避免树仔倒去去伤到人。不过，松南城市协会理事长建议，应该扩大检查路树的树叶，保护树根才是治本。进阶的检查后发现，这些特别有几棵树是需要去密集的去监控的。我们再来装，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会比较节省预算，然后把预算放在刀口上。工风处表示，目前用来试验的树仔拢伫市内，评估效果了后，未来会将离高雄每一个行政区拢种100丛，用智慧侦测来代替人工检视，缩短灾害应变的时间。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讲到即马开24点钟的自助店面愈来愈多，伫中华岛民众反映讲，为少这24点钟营业的自助洗车场，还有这夹红仔店呢，开伫咧徛街附近，半暝机器运转的声音，这机台音乐声，互因吵甲自在袂调，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品质。自助洗车场内底有专业的设备甲空间，未少民众会选择来遮家己洗车。但是有的洗车场开伫主题区附近，居民讲，抢在3更半暝有民众来洗车，互因真困扰。噪音非常的大，然后白天我们还能接受，因为是工作时间或者说白天大家外出，但是晚上休息大概8、9点以后，就是我们靠近洗车场那边，噪音就会影响我们休息。对，好像不三时拢有听到咧，频率算会叽叽叫吼，咱无法度困较足安眠咧。
即阵24点钟营业的自助店面愈来愈多，中华有议员表示，未少民众反映，徛街附近有侪自助洗车场甲醃红仔机的店面，半暝机器运转的声音、机台的音乐声，实在互人记载袂牢。希望会当规范主题区内店头的营业时间。声音的管理，环保局应当有法度处理啦。但是啊，营业时间应当就是送下课，爱落针对时间啦。咱即摆是24小时的，恁也袂讲伊透早。会做到暗时11点，安尼算嘛时间就长啊啦。这个要去问中央的法规，看有没有抵触啊？因为中央的法规是没有限制营业时间的，所以我们就一切都还在研究的阶段，嘿啊。官府表示，目前中央法规无禁止自助洗车场甲醃红仔机店袂使开伫主题区，当咧研究制定相关的管理规范。噪音的部分，环保局会加强主动稽查，必要时会请业者先针对隔音设备做改善。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世界棒球12强赛，昨开始拍，却因为这天土风台接近台湾，棒球协会表示讲，若准台北市宣布停办停课，当天的比赛就会先暂停。因为国际赛爱伫个时间内比好耍，无排除伫个天母棒球场的比赛会刷到大鸡蛋，一天比2场。为天顶降落来水池，外头后壁拢淡了了，有民众反映13。台韩大战的时，坐伫大巨蛋第5站拄着漏水，后来风换位也是真败兴。黄先生昨暗都坐伫头前，伊讲有看到，有被滴到啊，他有抱怨一下这样。然后后面好像他有跟人员讲过来，人员就带他就换位置这样。北市体育局表示，10时透早到民众反映亲像漏水的所在勘查，初步判定是空调出风口的冷凝水顺光线滴落来。虽然是漏水，已经要求反向水改善。主办单位棒球协会讲，12强赛有真侪漏水的位拢无赔，也留一寡位置会当补过来坐。虽然满场，可是我们的位置是35000不到，就是把很多会漏水的位置不卖，再来。也留一些位置给我们要有漏水的地方。天土风台挖进台湾本岛，棒球讲，那北市宣布停办停课，会随暂停迄日的比赛，甲 WBSC 讨论后手新来比赛的日期、时间甲地点。那一般落雨影响赛程，无排除天母棒球场的比赛刷到大巨蛋。大巨蛋只有1天排1场，我们也有跟远雄有初步讨论过，他们也了解，也愿意配合，如有必要。大巨蛋1天排2场，甚至可以多到3场，他们都可以讨论。中华队伍赛5场比赛全伫台北大巨蛋暗时，无受天气影响，伫拍败韩国摕到头1胜了后，全队士气真悬，则是迎战另外一队强敌多米尼加。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初，NASA 2架科研无人机飞过台湾的天顶，进行空气污染的研究。环境部今仔日也公布初步的研究结果。秋天、冬天南部的空气品质歹，通常环境部会指出是因为大气的扩散条件无好。这个 NASA 科研机2月3月来台湾进行研究，配合其他的科学证据显示，有时阵虽然地面透北风，不过500到1500公尺的管道却是透南风，致使低层的空气污染无法度向顶面扩散，再加上地形效应的引发的雷亚现象会进一步累积。又再上去吹西风，这个不同风向造成的就是一个涡旋。涡旋的结果就是，这污染物散不出去，没有办法扩散。这个跨国研究也透过无人机观测到200到500公尺悬的污染，结果发现 PM2.5 甲臭氧的人体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高度比地面更较悬。搁再斟酌分析这个挥发性有机物的成分，发现真侪是高反应性的硒类 PHS 这种化合物，来自石化业的几率上悬。这些高活性的东西是我们最在意的。然后你会看到浓度那么高。所以当然这是我们下手的对象，毫无疑问。所以源头的管理还要精准化。学者指出，更加精准掌握成分，就会当对精准管理有帮助。未来这些的资料都可以对应到的产业别，甚至未来都有机会甚至到哪一个特定的工业区，可能是哪一根的特殊的烟囱所排放的，都可以一清二楚。这个跟 NASA 合作的跨国研究计划，也验证国产研发的空气品质监测系统准确度真悬。环境部表示，研究结果会当校正空气污染的模拟模式，会当分析污染物的成分，会当更加精准找到主要污染源来减少污染。无参像即马同款部分对象要求降载甲减碳排。记者综合报道。
11月17就是世界气塌日。根据统计，台湾今年大概有6000个民众因为气塌病来死亡，排伫咧台湾第9大死因。其中9成是甲食薰有关系，戒薰是上介好的办法。医生也提醒讲，戒薰一定要靠药啊甲病院的帮助，干那靠家己意志力成功戒薰的几率是无悬的哦。路边随时会当看到民众在食薰。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10大死因内底，肺部病症就占3个，肺癌是第1名，肺炎是第3名，搁来就是气塌病排第9名。国健署表示，9成的肺病拢甲食薰有关系，所以国健署对去年开始，就甲全台3000间的病医机构合作，提供民众戒薰的服务。以去年为例，我们大概有10.7万的人接受了我们的戒烟的一些服务，大概有3000到4000人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家的共同努力来戒治成功哦。礼拜11月17是世界肺塌日，医生表示肺塌病的症头是嗽、有痰、高喘，而且肺塌病是肺梗发炎的病症，足高连带影响到心血管发炎，造成严重的心梗塌，这嘛造成台湾一档大约有6000人因为肺塌病死亡。慢性阻肺病住院常见2个原因，年纪大，一个就是疾病本身的恶化，另外一个是心衰竭。因为有的病友是他一点点所谓的慢性阻塞病急性恶化，但是引起其他的合并症，包括心肌梗塞、心衰竭。那抽烟者当然几率会更高。根据台湾心抗重症加护医学会的统计发现，戒薰会当大大来改善肺塌病的患者，若是成功戒薰，恶化的风险会当降低29%。为着要鼓励民众戒薰，医生提醒民众会当去病院找找医疗的合作，唔通干那想要用意志来戒薰，靠药啊医学较有效，而且一定要连续6个月无食薰，才会当算是戒薰成功。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亚洲国小对民国85年开始就推动海洋教育的课程，让学生了解故乡亚里的自然地质。另外，这届呢，因特别加这北科大团队合作，规划设计文化教育体验馆，11月14正式来成立。未来希望讲，这透过体验海洋资源，帮助这学生囡仔更加了解身躯边的海洋基地，进一步达到海洋的影响。亚六国小学生仔甲老师欢喜迎接永续海洋文化教育体验馆的成立。体验馆内底了解亚六当地民俗、海洋文化，各有丰富的自然地形，希望让学生仔认捌家己故乡的海洋文化。让囡仔呢先在地先学了较在北的，即马到我度发展这个国际化，这个囡仔安尼学的，佫有一个舞台，互因去表现。我感觉学生自从安尼课程了。变了较有自信。亚六国小教导主任表示，因自民国85年就开始推动海洋教育的课程，就是希望透过带囡仔走入大自然来了解实际的海洋生态。另外，这届北科大团队师生也协助体验馆的规划设计课程，因佮把海洋废弃物这的材料摕来再利用，希望把海洋的永续观念传予学生仔了解。主要的海废吼是这个亚六加真大的环境上的问题啦所以我们都想讲是不是有啥物方法会使或者废料会使做一寡再利用，或是讲做用德上的开发这样子创造啦，让它的价值可以不会是只有废料这件事情。亚六国小的教导主任也讲，未来体验馆会规划海洋永续相关的教育课程，除了让亚六的学生仔了解故乡亚六的水，也欢迎其他国校仔来申请使用，做伙来认捌海洋文化，把海洋永续的观念对囡仔传到家庭。记者张家嘅谢桂玲新北报道。洗身躯真重要，来看这土耳其因有这疫症的文化，所以因为水道水的出现，大家拢伫咧厝内面洗身躯，疫症也渐渐啊消失。最近呢，有人修复这古早疫场，重新开放营业。有500年历史的泽雷克秦尼利浴场是伊斯坦堡上大的土耳其浴场之一。这间洗浴间捌因为修复建筑关起来，原本只拍算做3年的工程，最后煞变做13年的考古计划。挖出数千件历史文物，也发现拜占庭时代的跳水池。目前这间浴场已经重新开放，除了会当入去洗浴，也附设博物馆展示土耳其浴的历史。Türkiye'de hamam müzeleri var. İstanbul'da da var. Farklı kentlerde de Eskişehir, Gaziantep gibi farklı kentlerde hamam müzeleri var.
Bunun yanı sıra zaten biliyorsunuz hamam olarak devam ediyor. Fakat ikisini bir araya getiren bir yer, evet sadece burası var aslında. 通气器要使用流动清水甲蒸汽来清洁身体，也提供女性骨骼力量服务。药场伫通气器的社会有特殊的意义，这毋但是洗身躯的所在，也是社交甲疗愈身心的场合，甚至用来举办婚礼，也是庆祝婴仔出世。 传统的药场面临消失，也是变做观光客的特色体验，甲当地人的生活愈来愈远。也毋过伫文字工作者的努力之下，这几年出现真侪修复计划，想要复兴药场文化。药场门票收入也会当投伫古迹维护。当古早的药场重新营业，毋但保存珍贵的都市历史，也互通县记忆的传统文化继续活伫市民的心内，搁一摆正做日常生活一部分。公司新闻由派总编译。 洪台特别来，千万唔通挂无事牌，明仔气象咱做回来看卖。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3度到3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3度到29度。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0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 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佚佗的所在是桥，这个桥人拢讲百变的女郎。你看伊下骹就是水内底的水那一座桥，敢若双龙同款飞上天。那么我上